喂 Crystal 啊，新年快樂啊！係啊，恭喜發財啊，生活！大家身體健康啊！係啊，大咁話啦。喂，過年咧，我哋有咩賀年食品可以做下咧？有啊，做下角仔啊，或者係嗰啲笑口棗咁樣啦。哇，通常嗰啲咧好肥膩，唔係幾適合啲長者食嘅，有冇啲健康啲㗎？有啊，今次或者介紹大家做一個健康版本嘅角仔啊。好喎，好啊，我哋一齊做啊！好啊。健康焗角仔嘅材料有：首先要將啲牛油軟化咗啦，再加入低筋麵粉、蔗糖、牛油，用手混合到麵包糠嘅狀，再加入蛋液、少水，搓到成為呢個光滑嘅麵團，再用保鮮紙包返好，放入去雪櫃雪20至到30分鐘，將麵團分成為20粒，搓成球狀。將細嘅麵團壓薄之後放入餡料，再對接收口，輕輕壓薄收口嘅位置，再壓啲花紋出嚟。太陽花嘅做法係用2張圓形角仔皮，將餡料放喺其中一張角仔皮度，然後冚另外一張，跟住就收口，輕輕咁樣壓薄收口位置，跟住鎖花就完成㗎啦。放入已經預熱到180度嘅焗爐，焗15至到20分鐘，等佢表面有少少金黃色。哇，新鮮熱辣嘅角仔出爐啦！我哋而家試食下先。好啊。好香啊！好食喎，好似傳統嗰啲角仔咁好食啊！係啊，又健康又唔需要油炸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新年食譜咧，都歡迎大家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哋聽㗎。係啊，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咧，記住分享、訂閱、讚好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